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5月2日新闻，我是嘉豪。今仔早起5点外的时阵呢，有一个查甫人对台东坐火车要上北，一开始是手机无法度充电，又去试这紧急通知的开关，该按打了后，却因为这手机伤过大声，互其他乘客来夹检举。列车长有去甲伊苦劝两解，想袂到这个查甫人却出手拍列车长，规个过程拢去互其他民众翕落来啊。 经到第4车厢，发现列车长与乘客有发生争执冲突，该列车长表示要对其解除运送契约。目前伤势但是手背上好像有晕伤，但是我们还是在求证中后依法侦办。交通部与台铁公司应立即承诺增聘车站及列车保全能力，严拟合理的密度系使用规范。台铁表示，数控的车主对台东出发无偌久，就接到通报。一开始也是讲这个查甫人手机无法度充电，就去试这紧急通知的开关，该按打了后，搁再因为这手机可能是伤过大声，影响到别人。列车长有去到迄个所在时阵，想袂到，甲按打了后，对这个查甫人呢，甲按打，查甫人竟然甲伊拍。那这铁路警察也赶到现场处理，甲这个查甫人带落车，含请花莲地检署侦办。那这个列车长已经提出伤害告诉啊。